看转来到咱台湾，台湾人民共产党的主席林德旺甲副主席郑建兴去防指控讲哦，接受中国的主权介入选举，就去参选，按照反渗透法就去起诉。不过法官认为讲哦，专案的这个各项行为拢是郑建兴和官方公告做候选人正正的行为，并无符合反渗透法，意思就是讲无构成反渗透法，意思是判无罪。也这就互检方质疑讲，法院咧判决是违背法令，判例引用唔对去，会依法来提起上诉。搞针对，当然我会觉得很委屈啦，没有受中国共产党任何的指示。第二个，没有拿任何共产党的钱。伊是郑建兴，台湾人民共产党副主席，8号党主席林德旺推举参选台北市议员，不过两人拢互指控接受中共资助，从事竞选活动，涉犯反渗透法。进前一审被判无罪，引发检方质疑，法院判决违背法令，错误引用判例，依法提起上诉。本署检察官针对林姓被告等人违反反渗透法一案，认法院判决违背法令，认是用法维护，依法提起上诉。依照检方调查，有对话记录证明，林德旺受中共官员指示推派郑建兴参选，举办造势活动，现场同步电控，明显触犯反渗透法。不过一审认定专案的各项行为拢是郑建兴和官方公告为候选人进行，并无违反渗透法的构成要件，所以无法度处罚。以前的一些判决或是其他法官的认知，他可能会把候选人的这个定义或范围，他去做一个不一样的解释。那在这个判决里面，我只能讲说，他用一个比较严格的这个方式认定说那个要件。牵涉中共介选案件，有关候选人的认定甲解释无同，和法官的判决有分歧无同。我律师点出，就这个案件，也应重新思考法规是毋是会使更加完善，找出证据，确认清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